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5月18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裁员以后怎么办。今天每日人物它有个报道一位女士是985本硕，3年被裁3次，这也够惨的，1年裁1次。这位女主人公在北京是一名北漂，读书的时候考上985本硕计算机专业，又拿到了公派留学名额。毕业后北漂进入央企做程序员，拿到北京户口，可以说这拿的是一手好牌啊！举全家之力又在北京买房，后来又跳槽进入互联网大厂阿里。你看看，人生像开了挂一样，但是他的好运突然就戛然而止。29岁这一年迎来第一次裁员，后来又降薪进入高校，没想到高校这个铁饭碗也端不稳，后来又再次重返互联网，再次被裁。不到3年时间被优化3次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主人公她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心路历程，看看对当下对大家有没有什么警示作用。这个女主人公说，在北京这几年算是白干了。她说不久前我突然被 HR 叫去开了个短会，反正大家都懂 HR 叫你去十有八九不是裁员就是降薪，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升职加薪。而这个主人公她等到的消息是通知她被优化掉了。她说我今年32周岁，985本硕，北漂6年，这回已经是我第3次被裁员。开会时 HR 说裁员的决定交代着后续的流程，我对这套话术已经很熟练，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全部听清楚 HR 的话。他说前2次一听到裁员这个字眼脑子就懵了，只能三三两两的接收信息。现在回想之前裁员的场景全都是模糊的，记不清了。这次他有经验了，主要是有了承受能力，所以HR 说啥他都记住了，才习惯了。他说老实说，我其实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从我一入职起，公司里就开始出现各种信号。在互联网行业，公司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明确的短期小目标要达成，比如在电商公司，几乎每个月都会没有设立清晰的 GMV， 也就是总的成交额啊。刚一进公司，我就会留意每一阶段的 GMV 是否达成，项目每一个环节的预期结果是否实现。可自打我入职后，公司有几个小目标都没达成，而且在入职3个月后，我们组就集体接到了 HR 的邮件，通知我们要调整薪资结构，还要缩短考核时间。原本1年考核1次，如今1个季度就要考核1次，总薪资不变，但要把一部分基础工资挪到绩效工资里。这个996牛马打工人对这个不陌生，你一旦发现公司是这样了，那肯定是差不多吧，这不就开始折腾了吗？这说明走下坡路，裁员前面等着你，这个大家的心知肚明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变得比以前更卷，才能拿到原本一样的薪水，而且基础工资少了，缴纳社保基数也降低了，公积金之类的也都降了。再多想一步，公司既然能费这么大劲儿调整结构，那摆明了就不会让我们达到绩效，实际上就是降薪。而组里的氛围也有点人心惶惶的。有一次跟老员工一起吃饭，他跟我说感觉我们要完了，大家其实都相当于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他入职比我早，知道的信息也比我多，应该是想提醒我早做准备，但我没有提前着手找工作，因为我的简历已经花了。北漂6年，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央企，后来跳到了阿里，被裁员后去了高校，这已经是第4份工作了。再加上作为一个30多岁已婚未育女程序员，这样的身份在职场里是很被动的。确实结了婚还没孩子，作为企业来说一定会担心，你别把你一招来你就怀孕了，你就请休产假，到时候一整就是1年多2年，你说哪个企业受得了啊？尤其民营企业他不敢说，但是他绝对会，这是他的隐患，他肯定到时候真正的不要他的理由恐怕就是这个，但是他会找个别的理由，说你不符合他们要求。他说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导致的离职还可以解释一下，可是要听风就是雨的去找新工作，拿着已经花掉的简历，人家反倒会质疑我的稳定性。他说还有，我好像不太会主动去放弃，始终想的是我还能不能把我手头的工作再优化一下。这个想法是错误的，叫覆巢之下安有完卵。你整个项目整个大树都要倒掉了，你在那个里面你说你干得好有什么用？说之前在阿里的卷是别人能行，我为什么不行？现在的卷是那种我已经看开了一些事情，我知道有一些卷是无意义的卷，但我依然去卷，至少多待1天就是多攒1天钱。他说最近的日子我越发觉得人真正可控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。到北京没多久，我和爱人2家几乎掏空家
底，凑出首付，在北五环买了一套房子。我已经很久没关注过房价了。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打听房价，我一看发现我们小区的房子光是挂牌价就已经跌出了50-60万元，成交价只会更低。你看这几年这夫妻俩在北京那就是白干了，也就是他买的房子挂牌价就跌了50-60万，你要成交的话恐怕跌个70-80万是有可能的。你说这几年这夫妻俩能赚70-80万吗？他说搞笑的是，当初从央企主动离职，也是因为买了这套房子，需要还房贷，需要更高的薪资，也就是央企的工资低，还了按揭贷款，恐怕就手头紧巴巴的，所以他想跳槽到阿里，那工资高。现在每一次被裁后，我都在后悔，是不是当初不应该跳槽？如果没有跳出央企，现在会怎么样？至少很稳定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能相对稳定，也就是能稳定个8年的，后面能不能稳定不知道了。他说不过当时跟我做类似选择的同学和同事也不少。他说这几年，他说越来越多的老同学开始相互取暖，几乎隔段时间就会传来某个同学也被优化的消息。刚开始时还会觉得意外，现在都习以为常了。一听说同学朋友都优化了，心里就踏实了，要不然光自己优化了，显得自己好像最差。你看大家都是这种心态，又担心朋友吃苦，又担心朋友开路虎啊。他说前2天有同学办婚礼，我和一个老同学聊天，发现他从去年就被裁员了，快1年了还没找到工作。你看人一相互比较就找到优势，心里有点安慰。你看老同学失业1年了都没找到工作，我还不算最惨，些许安慰。说想来也挺神奇的，刚毕业时大家一起找工作，现在人快中年了又开始一起找工作了。实际上这个就是牛马的常态。我在想如果你是上大学或者大学刚毕业或者正在上班，实际上早调整心态，把找工作把失业当做一个常态，你到时候就不会措手不及。没有什么工作让你干一辈子，公务员很多人也干不了一辈子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叫黄洋，他爸2011年考的公务员，2014年人家就从公务员队伍又出来了，就足以说明即便是公务员你也不一定能干一辈子，就没有一个职业是从让你干到老。所以不如早做心理准备，接受这个动荡不安的这种现实。这个主人公说，他说这次被裁员后，我头一次没有立刻开始投简历找工作，也就是说他有经验了，心里也踏实了。和前2次裁员比，看起来心态是更平和，可实际上更迷茫了。也就是裁员裁习惯了，你就接受了，没有那么像刚开始第一次被裁觉得没面子，觉得心里受不了，觉得丢人，觉得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裁个几次之后，你就发现你好歹还拿到补偿金了，也还是不错的。我现在也算认清自己了，岁数大了，承认自己卷不过年轻人了，终于过了别人能在互联网卷，凭啥我就不行这道自己给自己设的坎儿了。也就是承认自己卷不过别人，承认自己很平庸，这叫跟自己和解。实际上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就不要对结果耿耿于怀，你只问过程，这过程中我是不是努力了就行了。但是我们每个人被迫也要对结果去负责，得盯着那个结果，这就是痛苦的根源呢。我已经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在互联网继续卷了，可我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。准确的说我不知道在如今的职场环境中我还能做什么。这个是这个主人公比较悲哀的地方，也就是他工作6年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。他在社会上摸滚爬打6年了，各个岗位都干过，他不知道他在这社会上在哪个地方更容易会更发挥自己。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。如果你工作6年，你都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长处，完了你在社会上哪儿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，这个是你的失败。他说我原本坚定的相信努力一定会有结果，可现在发现人从前往后看都觉得是努力，从后往前看才发现是运气。他说我是应试教育中比较幸运的一个，考上了985本科，又读了研究生，在研究生期间还拿到了公派留学美国的名额。他说那时候学校里拿到公派留学名额的大多是博士生，研究生名额只有3个。毕业后又顺利入职北京一家央企，拿到了北京户口，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，就是运气特别好，错把运气当能力，这就不对。他说小镇做题家们可能都憋着一股劲儿，有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劲头。我心里一直也是这么想的，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。2020年底我们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，首付几乎掏空了2个家庭的家底，父母们还借了很多外债，每个月光是房贷就15000元。这毕业刚1年就在北京买房，确实胆儿比较大，这是仗着家里有钱呢。毕业刚1年，你这哪有什么抗风险能力？他说我那时还在央企
工作，到手工资只有几千块。我和爱人每个月一收到工资，还完房贷，再打一部分给父母还债。那是首付都是父母帮他借的，七大姑八大姨借的。他不仅要还银行的按揭贷款，还要还父母借的那些钱。那说夫妻俩的工资几乎每个月不剩下什么钱。而且回看当年很多同学都进了互联网大厂工作，我也有央企的同事跳槽到了大厂，薪资翻倍，别人都能在互联网行业卷，凭什么我不能？2021年时，我通过内推顺利入职了阿里，那也算是我的高光时刻。我学计算机，阿里这种大厂就是计算机学生心里的尖儿，所以从读书起我就对阿里有执念，学习快投，什么毕业找工作也会投，实习的时候他就投简历了，毕业找工作还投给阿里。而在工作2年后，我终于完成了执念，在央企干了2年，跳槽到了阿里。这好像也证明了，只要我努力，想做的事总有一天会成功。我那时候是很自信，感觉做什么都能成，生活中的一切好像能掌控似的。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每年1本，如今已经积累了快10本。现在翻开以前的日记，还能从字里行间里看出那股自信。刚毕业时，我列了5年规划，详细的设想了30岁我要在哪里工作，做到什么层级，并定下了年入100万的目标。我甚至都记得当时详细写下这一切时的想法，计划越详细，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当然了，他在阿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，正好赶上疫情，互联网行业已经出现了好几轮裁员。2021年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了，互联网行业已经见顶了，往后都是走下坡路。女主就是这个时候进的阿里，所以她感受的就是下坡路。她说，我和丈夫经常会聊到，今天这家裁员，明天那家降薪，但我那时候坚信，只要我努力多学点本事，这些外界的变化影响不到我，裁员也不会轮到我。比如在应试教育中走得很顺的人来说，高考都是高光时刻，高中时的努力是很纯粹的，那时候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以至于工作后也总是会不自觉地拿出高中努力的模式和劲头。这么想来，我在阿里努力状态其实和学生时代很像。可眼看着到了30岁关口，29岁这一年我被裁员了，我正向着年入100万的目标一路狂奔，突然被绊倒。这个就是盲目自信。你高中的时候学习好，高考考得不错，和你上班是两码事。小镇做题家啊，你高考是靠刷题，靠肌肉记忆，对吧？靠一遍又一遍的刷。你工作哪有这样的事？你走上工作岗位，一切都要灵活，要不断的学习，要不断的适应改变，没有什么固定的题让你做。如果说这个工作它已经固定了，是个流程程序性的，那你的工资就不会高。你想想，那不就是流水线吗？你几点打开什么，几点做个什么事情，几点再做个什么，下班。这种工作不可能给你2万一个月，给你2万一个月的都是让你解决问题。但凡有答案、有标准程序解决的，那都轮不到你来做。你就记住了，如果你要拿2万、3万、5万一个月的，那你一定是每天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，你要去解决。而且很多问题是没有什么经验可循，这个你高中学习不一样，高中学习你每个题都有答案的，你刷就是背啊、记，这是两码事。所以说，很多学习好的人走上工作岗位就不行，就这个道理。跟你什么985、什么研究生毕业没关系。上学你学的是死知识，工作中恰恰需要活学活用，灵活处理。比丢掉工作更难接受的是价值观的崩塌。他说，2022年的时候，我入职阿里1年多，接到通知被裁员了，那是我第一次被裁员，我甚至不太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。走出裁员会议室，我给丈夫打了电话，他后来跟我说，你当时的声音是带着哭腔的。你看看2022年我做节目的时候，就天天说互联网不行了，互联网企业流量是命根子，流量见顶，日子都不会好过。女主那个时候被裁员后的2-3个月，我一直反复想着这个事情，为什么裁员的是我？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没有拿到一个好的结果？又把每一个做过的项目都复盘一遍，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，或者是不是加班还不够多？紧接着我就开始发高烧，这人生第一次打击。他前面走的都特别顺，人生都是在走上坡路啊，正在上升期，突然对吧跌落谷底。也就是他自己自信心满满，结果被裁掉，这种打击那是非常大的，自己的价值得不到认可，所以他就开始怀疑过去。短短2个多月时间，我瘦到了80几斤。这我其实挺能吃的，但我就是拉肚子，不停的吃，不停的上厕所，也开始去看心理咨询师。你看看，29岁遭遇打击的时候，人差点毁了。但是我丈夫和家人都没想到这次裁员对我影响这么大，看到我状态这么差，家人又帮我还了一部分贷款。你看看，家里
父母还得掏钱帮他还贷款，他失业了，压力这么大，说这次裁员不仅仅是丢掉工作那么简单，更重要的是我坚持了近30年的信念崩塌。所以我刚才就说了，如果你现在大学刚毕业，或者你在上大学，你现在就要做心理建设，随时随地面临没工作，把这个当一个常态化。被裁员没工作不代表什么，未必说你不行，你只是点儿背，不能因为一裁员你一失业，好像人生观就坍塌了，就自我否定，就妄自菲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这个时候你倒要坚定信心，你要想着自己是金子啊，迟早是要发光的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人走顺风路的时候啊，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他就有点飘，感觉自己无所不能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自大。你要批评他一下，马上起诉你。但他到低谷的时候，他又妄自菲薄，自我否定，觉得自己啥也不是，最垃圾。所以这人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当你走低谷的时候，你要反而有点自信，要坚信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当你顺风顺水的时候，要低调，要知道这是平台给你的能力，赋能，这是你占了红利，不是你真实能力的反应，对吧？你只是赶上了这个风口。我们接着看，他说原本我信奉努力就会有结果，我一直在努力向上爬，可爬着爬着怎么就突然被抛弃了？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，努力还要努力，但是结果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不努力你肯定没有结果，努力了未必有结果，或者叫你不努力结果肯定不会好，努力了结果未必好。所以我们更强调过程了。我们为什么叫无怨无悔？你努力过了，你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，你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，只是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你后悔什么呢？如果说你没有努力，结果不好，你这时候后悔，你说我当初我要怎么样就好了，晚了，没有后悔药。这个女主说，崩塌的不只有努力这一套价值体系，还伴随着女性独立价值的磨损。她从小时候开始，妈妈就一直教育我要有自己的工作，不能向丈夫要钱。我也总是能看到题材类似的家庭电视剧，电视里妻子完全依靠丈夫，可最后家庭一地鸡毛，这个就属于错误的观念了。我认为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，咱们一穷二白，都是空白，所以每个人努力都能获得，所以提倡每个人都要努力，每个人都应该去白手起家，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手，勤劳的双手创造什么？这个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相当于你在地上捡都能捡到钱，你只要你愿意弯腰。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，这个社会已经高度发展，充分竞争，那有的人他就不适合去创造财富，他适合做别的。所以说我们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，不能拿过去的观念那种小农思想，你给我一块地，我就在地里玩命的刨，我就能把自己肚子吃饱，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跟老公要钱，那你看你提供什么价值？你操持家务，你是管孩子、管学、管内部，那你要钱是天经地义的，这不是分工不同吗？你提供了什么情绪价值？老公也应该掏钱，这就是分工，双职工，两个人都上班，这个也是时代产物。我们按照过去的观念，女的在家不上班，那就是老公养着她，其实错误的，这是家庭分工不同。如果这个女主她是这种观念，那她未来一定不会幸福，压力会非常大。裁员这一个决定实际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灾难式设想。她说我要没有工作了，没有收入，要向丈夫要钱，也很可能要面对像电视剧里一样一地鸡毛的未来。你看给自己设限了。找工作时猎头也好像给了我一拳，印象最深的一次，猎头直接问我结婚了吗？生孩子了吗？已婚未育？不要哈。我当时好像被打懵了，一个努力向上爬了30多年的独立女性，都不问问我过往的工作经历，直接根据婚育状态给我否了。去互联网公司赚高薪这条路似乎很难走通，加上这段时间反思，让我觉得过上身体心理更平衡的生活或许比赚钱更重要。我开始转向稳定的工作岗位，这回也追求稳定了。他刚从央企那个稳定的工作跳到互联网，经历过这一轮之后，他又怀念那个稳定的工作了。我有个同学从大厂转进高校做行政岗，他建议我也可以试着找高校的工作。那些从大厂离职转型的人有很多也把目光投向了高校。翻开社交媒体平台，很多诉说大厂疲惫的帖子下面总是能看到诸如去高校的评论。互联网卷完去高校躺，好像成了一条经典路径。开始一门心思找高校的工作，很明确，又重新变得笃定。他说幸运的是，我恰好赶上北京大学一个文科类2级单位，这是近几年第一次放出招聘名额，虽然没有编制，但这几乎算得上是铁饭碗了。带我的老师告诉我，部
部门几乎没有裁员过，和大厂比起来，工作也很轻松，5、6点钟就能下班。同部门也有很多工作了10几年的老员工，招我的时候还担心我没有诚意，干不长。面试的时候虽然问了年龄和婚育问题，但立刻就说他们不介意。还有人在单位里生了2胎，我对这里的印象很好。入职后也感受到了治愈，没有严格的绩效考核，大家不会像在阿里那样把彼此当成对手互相竞争，人情味还是挺浓的。这家生孩子了，那家有什么事了，会一起聊天。因为闲暇时间变多了，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人，高校的青春氛围，各种讲座、电影首映活动都让我重新活过来了。爱人上班的地方离学校不远，有时候找我蹭饭，一起在未名湖边散步，一切似乎要好起来了。但危机感并没有消失，我是带着上一家公司被裁的阴影来的，始终比别人敏感。工作半年后开始出现很多危险信号，和老员工聊天时，我发现原本的项目也都没有中标成功，很多新项目也都没有生下来。按理来说，工作量很多的几个月也没有忙起来，按照互联网行业评判标准来说，这相当于没有创造什么价值。老同事跟我们说，领导建议大家趁着不忙的时候多去学一点自己的本领，这样将来如果再求职也有竞争力。这就是不祥之兆了，领导已经开始忽悠员工要加强自身的能力锻炼，这就是准备把你推出门了，让你下海。领导也曾抱怨文科这2年经费很难批，给团队找新项目很难，压力很大。不止没有新项目，很多领导开始想办法赚钱，有领导试着开暑期班收课时费。我那时只觉得日子可能变得难一点，但从没想过会再次被裁员，毕竟他们说之前从没裁过员。他说那一天啊，没有任何工作要汇报，领导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这和第一次裁员场景出奇相似。我心想不妙，领导也很难过，这是他第一次接到裁员指示。他年龄比我们大很多，平常都把我们当孩子看，他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对于裁员的流程、赔偿标准还没有我熟悉。确实，如果没有裁过人的人，第一次裁人，这个还是挺有压力的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不能像马云那样说，你毕业了，恭喜，我要给你发毕业证了。同事们也是第一次面对裁员这事，都开始帮我想留下来的办法。有人出主意，可以调到技术部，结合隔壁的技术部，甚至要解散了。工作了10几年的老员工都在担心，他们技术和市场相比是脱节的，失业后都不知道能去哪里。调岗失败，我又一次被裁员。本以为经历了上一次的创伤，这回已经习惯了，可从北大离职后又开始频繁生病，3天2头跑医院，检查了几番后，最终确诊带状疱疹，就是那种神经痛，说谁得过谁知道。医生说你压力太大，身体接受不了。所以说这个女主人公她不会心理调节。这个主人公说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在互联网行业卷，所以这次被裁员以后，他还是一心想找高效的工作。可再找工作，高效的工作机会变得很少，很多变成了外包岗位。我把自己的身价一降再降，只求能找到一份工作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面试一家高校，其实不需要什么专业背景，可能就是管理一些智能设备。但当我得知有2个男生跟我一起竞争时，可能是心理暗示，导致我表现也没有很好。最后老师问我期望薪资时，我弱的试探5000元。你看看，一个工作了5、6年，985又是研究生毕业，居然只敢开5000块钱一个月。在北京，老师一听笑了出来，他说你这个工资在北京应该活不下去。虽然他开了这么低的工资，结果他也没有得到这个工作。兜兜转转在高校找不到工作，这个女主人公只好重回互联网，再次下决心卷。然而这次更是始终想徒劳的抓着滑滑的水草，最终还是被甩掉了。也就是第3次被裁，是从互联网，应该是一个直播带货的公司。经历了3次裁员后，我好像终于能放过自己了。人生的方向其实不只有向上，更重要的是，其实根本没人规定人生一定要有某个方向。他这个算是领悟了。他说身体不好，他说我早上忘吃饭，晕得厉害，出了医院，医生提醒我有点低血糖，要按时吃饭。我疑惑，有的人1天不吃饭也不会有很大影响。结果医生听了我的疑问，急切的大声打断，那人和人能一样吗？这个女主人公一下就悟了，她领悟了人跟人不一样。在遭遇逆境时，小镇做题家还是惯性的求助于学习。他说我总会想起当年甄嬛身处低谷，在甘露寺渡劫的桥段，想她是怎么从低谷里爬出来又翻身的。你看看这个影视剧最害人了，所以这些影视剧的编剧胡编乱造的，实际上它很能影响这些。怎么说？就看电视它是无脑接受的，
他不是批判的吸收，他是无脑全盘接受，而且还要用于指导他的生活。你说这不是误人子弟吗？最后这个女主说她和她丈夫回到婆婆家休息，婆婆家在农村，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规律，7点多起床，3餐健康，晚上出去散散步，再和家人聊聊天，然后早早入睡，节奏也变得很慢，光是看着小狗歪着身子睡在花丛里就能看好久。这种缓慢规律的生活本身就很治愈。我在想，他这文章就写完了，这个女主主要是开局太顺利，不管她是高考还是考研，最后是公派留学，最后进央企，太顺利，导致她刚工作1年就在北京买房。你看，刚工作1年就是相当于什么积蓄都没有，首付是借的，按揭贷款要还，整个的都是借的钱买的。完了，她跟她老公的工资还完按揭贷款，再还首付的借的钱，没有了，太顺利，所以她这个时候有点飘，要去央企辞职，去互联网企业多赚钱，还按揭贷款。实际上，他们抗风险能力非常弱。如果她没有买房子，她根本没有什么压力，因为她还没孩子。那即便在互联网企业裁了，她就没有收入而已。那她老公有收入，那她就馒头加榨菜，她也不至于这么焦虑。她为什么一裁员，她就身体就垮了，吃什么拉什么呢？就是压力。你想，那一个月1.5万的按揭贷款，首付还要还，她老公工资恐怕到不了1万，所以她就垮了。大家想一下，如果她没有买房，她是租房，她不至于那么大压力啊。那房子还赔钱了，那她现在回婆婆家去找规律，去疗伤，那也是权宜之计，因为最终你那个按揭贷款还在压着你，你能躲得了吗？所以我觉得她的不幸最主要是很盲目的买了一套房。如果她没有买这套房子，她应该是很轻松的，现在靠父母帮她还这个按揭贷款。所以我们一直说，你买不买房要看自己抗风险能力，你要做好打算，3年不上班你还能还按揭贷款。如果你能全款付，那是最好的，全款付不了，你要做好3年没工作的打算，你能不能扛？最后我再说一下，这个女主人公走到哪儿都被裁，3年被裁3次，那应该是工作能力还是有问题。她那一套用在学习上能够占便宜，但是用在工作上失灵。如果她还想工作，那就得从自身找原因了，她的工作方法、工作能力，她在工作中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所以到裁员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可有可无。你想，她并不是整个部门被端掉，如果说整个部门就不要了，那没有办法。如果这个部门说裁掉1/3，每次裁员都有她，那只能说明她工作出了问题。第一次不能说明你有问题，第2次、第3次都裁你，你的工作要好好检讨一下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